係各位新城財經台嘅朋友，又係新一輯嘅海島漫遊教育節目。我係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文炳。咁我響節目嘅拍檔呢，就係香港教育大學內地校友會嘅創會同埋現任主席蔡贊陽阿 Charles。阿 Charles 亦都係一位係中學校董。咁我哋今晚嘅海島漫談呢，就準備探討呢係香港專上程度嘅持續教育發展，同埋呢係向呢個中學畢業生提供第二次嘅升學機會。咁啊特別嗰啲呢係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即係中學教育文憑考試呢嗰個即係我哋叫 DSE 啦。咁啊嗰個成績呢不足以呢直接呢升讀係學士學位、副學士或者係高級文憑課程嘅同學。係啦 ，Charles 就呢啲嘅議題嚇，非常之可以話咧，又重要，亦都係非常之係即係高程度又廣闊嘅。咁我哋今晚請嚟咧，邊兩位係專家咧，幫我哋俾接受我哋訪問啊？係，各位聽眾大家好啊！咁今晚我哋有兩位重量級嘅專上教育界嘅專家啦嚇。咁第一位係我哋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副院長阿李南旭博士嘅。大家好，歡迎你李博士。歡迎李博士嚇。咁第二位咧係我哋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嘅副校長梁孝恩博士嘅。兩位主持好，Amelia 你好。係，咁歡迎兩位啦嚇，兩位都係非常之資深嘅，喺我哋香港專上教育界都深耕咗好多年嘅嚇。咁我知係呢幾年咧，大家都一路好非常之關注我哋香港個專上學院，特別係即係未來我哋專上學院喺嗰個國際扮演嗰個角色啦嚇。大家都知香港未來要打造成一個國際嘅教育樞紐啦嚇。咁當中我哋回歸到我哋香港本土，其實都好多啲唔同嘅升學嘅路徑嚇，咁當中咧，其實我哋作為一啲持續進修嚇或者專業進修嘅學院，其實個角色都非常之重要喎嚇。咁我又想問一問兩位點樣睇呢幾年成個專上教育界嗰個情況同埋未來嗰個發展嘅趨勢咧嚇？李博士嚇。好啊，嗱咁專上教育咧，其實我哋分開一個自資啦，同埋政府資助嘅部門嘅。咁今日因為咁啱，我哋兩位咧都係一個自資院校裏邊嘅界別啦。咁我都集中講自資界別裏邊咧，我哋扮演緊嘅角色啦。嗱，咁我哋成日形容自己咧，我哋係一個叫做有彈性，亦都係面向市場。而我哋咧係回應得更加快嘅一個單位嚟嘅。嗱，咁而家就即係教育變化好大啦，尤其係職場上啦，有好多唔同嘅工種嘅出現啦。咁所以我哋喺呢一度咧，會提供一啲唔同嘅課程咧，俾啲學員咧嚟到去裝備自己，然後咧佢哋去職場嚟到去投身嘅。嗱，咁其實持續教育學院咧，其實我哋都跟香港個社會嘅演變咧，嚟到佢嘅步伐嚟到去成長嘅。嗱，早年60、70年代咧，至80年代咧，大學學位少，咁我哋持續嘅教育學院啊，或者進修學院咧，我哋提供好多一啲嘅在職培訓，就幫一啲入唔到大學或者冇，唔係佢哋冇能力，而係啲學位唔夠嘅時候咧，佢哋大職咁去進修攞唔同嘅專業。咁就2000年之後咧，就特區政府咧就推動嗰個副學士啦。咁亦都咧喺個施政報告度咧勾畫咗咧香港嘅人口咧需要60% 咧係需要有學位。咁而喺我哋嗰個持續教育學院呢啲一個板塊咧，自資板塊咧，我哋行得比較快。咁過去嗰幾年咧，其實都幫香港特區咧提升咗好多嘅學歷嘅即係員工投入個職場上嘅。呢個係一個簡單嘅變化啦。係，所以啱啱你提及嗰個即係可能喺呢啲專業進修學院裏邊咧，有兩批人係咪？一啲係在職嘅，一啲係可能係中學畢業之後未必係達到一個理想嘅院校，咁佢會選擇呢啲持續進修嘅一啲學院，係咪咁嘅情況啊？嗱，我就會咁樣回應啦。因為而家咧，其實以往咧，我哋就好多時就話俾學員一個第二次嘅機會，因為點係啦？因為學位少。而家咧，我哋嘅持續教育學院扮演嘅角色咧，我哋係叫多進多出多元化。因為咧，按嗰啲小朋友年青人，佢哋自己嘅能力啦、
學術嘅能力咧去揀佢哋嘅興趣。咁所以我哋嘅學科咧係有好多類型，可能係適合職場或者一啲操作性嘅一啲技能比較多啲嘅。咁所以我哋咧就好建議學員咧係按佢嘅興趣，咁我哋叫做一個叫多元多進，即係嘅一個嘅進修嘅一個模式咯。係明白。梁博士梁博士呢方面又點睇咧嚇？好啊，唔該晒阿 Charles。咁我都回應兩點啦。頭先阿 Amelia 講話，知我哋自資院校係我諗最強嘅地方就係我哋有好大嘅彈性啦，可以叫做。咁彈性我係非常贊成嘅。咁除咗院校嘅彈性之外咧，其實我認為咧就係、其實我哋亦都俾咗一個好大嘅彈性業界嘅。因為咧如果係講緊大學或者資助大學嘅一啲課程嘅話咧，往往可能佢哋要我哋叫做轉身啦，俗語話講叫轉身啦，或者一啲設計新嘅課程嚟迎合社會發展咧，可能佢哋需要嘅時間可能相對會耐啲。我哋自資院校咧就真係會睇住業界佢點走咧嚟設計課程。咁所以咧如果業界需要某一個專才、某一個類別嘅人才嘅話咧，咁自資院校咧好多時就可以好快咁樣咧回應呢個業界嘅需求。咁譬如話最近 AI 或者一啲相關行業咧，大家都見到就係喺自資院校咧，其實不乏有各類型嘅 AI 課程咧，都喺唔同嘅院校入面咧都可以找到嘅。咁第二點我想回應咧，就係頭先有講到就係話適齡人口下降啦。咁我哋咧就自資院校都提供咗一個叫做第二次嘅升學機會俾啲學生啦。咁我哋學校咧其實咧就主要都係營運一啲副學位課程啦，意思就係副學士同埋高級文憑啦。咁喺我哋嘅學校入面咧，咁除咗話有啲同學仔可能第一次嘅 DSE 成績唔能夠直接可以符合學士學位課程嘅要求，咁所以就要揾其他嘅課程讀之外咧，其實喺我嘅目測底下咧，其實有啲學生咧，其實佢係達標嘅。達標嘅意思即係話，其實佢係可以符合到大學入學最低要求，但係可能佢自己心儀嘅科目咧就未能夠可以容納到佢啦。換句話講咧，可能佢嘅成績係達到最低要求，但係佢嘅成績唔能夠入到佢自己想去嘅學科。咁所以有都唔少數量嘅學生咧嚟到我哋學校咧，都係希望可以讀翻佢自己喜歡嘅科目。讀完可能2年嘅副學位課程之後咧，就繼續銜接翻相關大學嘅課程咯。係。唔該 Charles。OK， 所以呢個副學位課程嘅，啱啱阿梁博士提及啦，就都分呢個副學士同埋呢個高級文憑啦，係咪？即係喺個傳統個理解上高，係咪都而家都依然係分得比較清晰？就係副學士係更加多係為咗升學。而高級文憑更加多係為咗呢個之後嗰個就業咧，呢方面我哋不如休息一陣，轉頭翻嚟我哋繼續傾啊。